好，咱煞接过来甲读落吼。顶回是看到倒位呢？讲你安尼会互安领生气吼，讲头年咸啦吼，当你拜了年的，家己的年了就食吼，酒甲摕来就啉吼。人伊伫号麻祖吼，好来对遮开始。大选讲。卖毋通号麻，毋通号麻祖，着号我的腹肚哦。麻祖拢毋捌半项啊，若是我上无嘛会晓偏芳吼。OK， 这应该是讲嘛？大川讲卖吼。毋通号麻祖，这拢读过，无啥物好解释吼。着号我的腹肚吼，这嘛着号我的腹肚吼，意思号就是本来是什么服侍，或者是伫遮是敬拜吼。这遮伊讲毋免号麻祖来号我的腹肚就好吼。原因就后壁讲的吼，麻祖拢毋捌半项吼，即遮毋捌半项嘛免解释，但是毋捌半项是讲伊麻祖是意思是讲这是茶翁仔尔，伊根本就啥物感觉都无吼，是一个茶翁仔尔。若是我。上无嘛会晓偏芳啊，但是我是话问吼，我是话问，就算我搁较戆吼，我嘛会晓偏芳吼。若是我上无嘛会晓偏芳，上无，阮讲上无啦吼。这个词呢，平常去讲的个，咱来看一下词典。At least 吼，你若要用英语来讲吼，就是 at least 尔。上无第5条，上是第7条。无收，伊嘛无甲算一个数吼，你看上甲无分开吼。我看一下册台语。1931台日新史书吼有收，上无吼，但是无解释，看遮原本。原本伫倒位呢？遮。有人伊有呢，西米体哦，西米体，但是西米体呢？西米体是什么意思？我得个爱个现理本词典，西米体，什么的就是 at least and most 吼，所以就是 at least and most 吼，什么的吼。因为这含华语差别介大嘛吼，其实咱应该做一个 summary 吼，做一个整理表吼，就是华语词含台语词发音、用字吼完全无共的，
即种事呢，即嘛少年人根本都不晓讲吼。若是我上无吼，嘛会晓偏芳。啊，你若要叫即个少年的时阵吼，就算伊晓讲台语吼，伊含你接受着安尼事吼。伊会晓讲，若是我至少嘛会晓偏芳，伊袂晓讲，若是我上无嘛会晓偏芳吼。麻烦即个考虑安尼，还来整理即种体步呢。这出一本书会使卖呢？我来当考虑吼，趁下外路啊。好，来，好来，安尼到遮吼。好，安尼即段读煞啦吼。毋知马文你方便来读无吼？啊，方便咱两个来个读即段读，好来。会歹势，你声音断，我敢若听了一字尔。知啊，来。好好好，来。口诚大哈。大川讲，卖毋通孝妈祖，着孝我的腹肚。好来，到遮。大川讲，卖毋通孝妈祖。着孝我的腹肚，妈祖拢毋捌半项，若是我上无嘛会晓偏芳。妈祖拢毋捌半项，若是我上无嘛会晓偏芳。好 ，OK。来，继续过来哈。到有一摆。大川讲，咱安岭即先推啊做，我想要甲赶来去府城互牧师。志勤讲，你会互伊大受气吼。大川讲，我信上帝的帮赞。的确要互伊欢喜吼。好，来看下，咱即马看啦，感觉大家书拢足简单吼，免啥物规则吼。哦，我拄则有想到一项代志，我会当分享一下。伊讲吼，妈祖毋捌半项，若是我上无嘛会晓偏芳吼。我当然我接触原来差不多3、4、5年甲有啦吼。我接触迄个有一本书，有一个讲起来，迄是迄种通灵的啦吼，迄种高贵的啦吼，叫做赛斯书吼。赛斯大概我就直接讲赛斯啊吼。拄好我最近伫定咧听，我拢频繁家己看人听吼，听一本叫做《灵魂延伸》吼，第1章尔开始就讲起啊吼，伊就讲，我来甲你讲。连一支铁钉啊，吼，都有意识吼。你可能会当作我咧含你讲生笑，但是这是事实吼。这是内底伊诶原文，我都有直接 quote 出来吼。这是伊讲话差不多就是安尼吼。也就是讲，即支铁钉啊，内底每一粒内底每一粒原子，每一粒电子吼，拢有伊家己本身诶意识吼。迄寡物件是会震动诶，伊是有意识诶。也就是讲，你伫咧世间所看到一切存在，吼，你看会到，看袂到嘛有啦，一切存在，吼，不管是空气、涂骹的石头、土粉刷、木石，吼，一切，你认为讲伊是死的，伊毋是活物，但是呢，即寡物件拢有伊本身的意识，吼 ，OK。这是
这是我所相信的哈。所以像伊安的讲法吼，我就认为讲伊个无明白到即种程度了吼。好，分享一下尔，这含台语无关的。到一摆呢，大川讲，咱安岭即先推遐做，我想要甲赶来去府城互牧师吼。所以咱之前有看讲，因敢若因住伫迄个，敢若是咸水还是倒位啦吼？溪边嘛，敢毋是净水溪边？净水溪是伫倒位啊？毋知吼。我看袂出迄是倒一个乡镇片。伊敢若讲什么交情啊，吼，交情吼。好，分法伫就是可能伫台湾，算若较早咱讲台南县啊，伫府城外面啊，伊毋是伫城内，伫外面庄脚所在。哦，但是你会当看到因牧师是伫咧府城吼，所以因迄当阵教堂无去到遮外口去吼，就是外口佫无教堂，所以因着礼拜你着爱佫来行来府城入城来参加教会吼。你像新教吼，像长老教会伫台北其实嘛有一间教堂。较早啦，我讲较早啦，即嘛可能毋啦啦。我即嘛知影至少伊有2间啦吼，2间建筑门啦吼。较早伫敢若伫台北市啊遐有一间，而且毋是介明显吼。即嘛较大间啊啦。好，就是讲，若是我较早细汉啊，礼拜日要为着要做礼拜，都要行到5公里、6公里吼。哦，可能毋是5公里，只6、7公里。好，所以呢，到有一摆，好，到有一摆就是，伫即个讲故事内底，伫即篇小说内底，敢若毋头一遍，毋用过一摆啦吼，毋用过一遍啦。就伊会讲啊，有一遍吼，有一摆吼，伊会安尼讲。到有一摆吼，即句要安怎翻呢？有一次吼，华语是简单翻吼。讲直到有一次吧。伊头前是咧讲，因阿母啊，拢会淡仔咧敬拜妈祖啥有诶无诶嘛。啊，伊头前迄段咧讲伊共年酒年啥。到今我咧猜想讲，可能伊袂一定是一届，就甲遐所有动作拢做完，也啉酒，也年虾啊，也啥。可能足侪届就是。即届啉酒，即届年虾啊，即届年啥啊？当然可能嘛有一届，逐项拢做甲中嘛无得甲我毋知，可能就是便后咧拜伊大串就是半挑工，还是半创治，就去做遐动作嘛，酒配来啉，虾啊年来食啊，什物金马头甲念来食啥，啊，就到一摆。意思我咧猜想就是讲，头前这嘛几摆啊，因为拜的人有可能就是可比讲，可能初15。也是伊讲做记的时阵，因为历代的祖先，什么人，可比讲以大川的角度来讲，就是因的阿公阿嬷，吼，然后做记的时阵，因阿母啊，就会拜嘛。啊，甚至若准讲大川较细汉的时阵，徛大川的阿祖，吼，对大川因母啊来讲是等于是因翁的阿公。凡神啊，知的时阵，遐个忌日其实拢来拜。啊，当然我毋知因原底是到底拜到什么程度。我有捌咧朋友就是，除了即种过年过节，祖先的忌日，甚至若准讲是做生意的人，初26一年就要拜24摆，每一个月拢有初26嘛。一个年2届，一年12个月就24摆啊。这敢若这个24摆啊，啊，佫忌日。三节什么
清明、中庸、中秋5日节啊，什么上元、中元、下元，这节日法你差不多想会到的。佛教、道教，迄看伊的宗教信仰是啥？啊，即搭遮，敢若知影讲大川因就是可能信基督教啊，还是即个叫做因讲一个什么荷兰教不管哦。啊，因阿母也是即种较传统信仰的是毋知影，啊，所以过了改了，到有一改。大川就大改拢安尼改，你母也创治吼，可能嘛毋知是无因母歹插伊也是安那落教，好啦。来甲即个推仔做吼，来去甲赶来去牧师也好，叫牧师处理好啊啦。最后伊嘛有一个期待嘛，互因阿母也欢喜嘛，听起来看起来是安尼嘛。我哩有啦，以上。好，感谢妈吼，到一摆意思就安尼啦吼。真前发生几啊摆，即嘛要讲的即摆来发生啊吼。即摆大川讲咱安领即先推仔做。哦，我想要甲赶来去府城吼，互牧师也拢免看啥物特别的字啦吼。赶来去府城吼，用赶的啦吼，赶嘛免鬼说啊，因为知影意思，应该读过吼。志勤讲，你会互伊大受气吼，志勤。这免大家拢理解嘛吼，大家拢知影吼，志勤都甲讲出来，讲点出即点讲，啊，伊会大生气吼。大川讲，我信上帝的帮赞吼，的确要互伊欢喜吼。我信上帝啦吼，我信上帝的帮赞吼，我信上帝所会当做的代志吼，就是会帮赞啦吼。会互咱安领欢喜啦吼，袂生气啦吼。这是你想的啦吼。所以人想的比上帝想的较重要吼，较有力啦。这就是咱定定，尤其是基督徒定定嘛，是会陷入去即种无注意到的即种，就是讲你所想的其实已经比上帝较有力啦吼。过来吼，后一页，咱都总算咱个现一页啊吼。好来，译文，拄着老大家出去吼，志勤就甲大川讲，咱娘去甲随即讲啊，因才艺你若要赶马祖，即碟介好机会吼。大川趁伊的话就赶去吼，就即个因才艺吼，这我袂记是啥物意思。好，咱过来看吼，一日来，拄着老大家出去吼，就是拄着即个机会啦吼。拄着老大家出去，本来是老大家出去就是完整的嘛，但是伊甲即个代志放伫拄着后面吼，就是因本来就咧等待即个时机啊嘛吼，要甲即个妈祖即个推仔组要甲处理掉吼，今仔要登着吼，拄着老大家出去，志勤就甲大川讲，哦，志勤就甲大川讲吼，台语内底的特殊用法啦吼，甲相讲吼，甲受词动词安尼吼。志勤就甲大川讲，就是动词，即个受词就是动词后壁迄个动词的受词啦吼，接受者安尼啦吼。志勤就甲大川讲，就是志勤
咱若即要用另外一种句型，要安怎改过来？志勤 speak to 大川，志勤你若英语是志勤 told 大川甲大川讲嘛我才毋知影台语敢有即种句型，才想袂出来好，我哋就是即个意思讲啥物来讲，咱娘去甲什么随节随节讲因才艺才艺啥来看嘛？听起来，去外教就甲迄个才是用真才的才，伊遮等于是讲才艺用一个连字符甲连起来，等于是一个动词，就是讲，伊若尔可能会晓讲真才做啥会款，也是安怎？因为去甲随即讲因才艺安尼，就是讲对只头前迄个嘛。志勤甲大川讲，伫台语的语法就是讲，甲受词做一个动词，对无？头前一句，志勤就甲大川讲，就甲大川是志勤要做的这个动作的受词嘛，而且是讲是志勤要做的动作。即马呢，安尼是去甲随即讲以这两句的对比来讲，你看拢是加所以大川是对照随即讲讲是志勤咧做的动作嘛，志勤甲大川讲，安尼是甲随即讲才艺，这个因就是随即讲因伊加口的因的算，或者啥人称代名词所以我咧猜想，伊迄个听我教授是甲才艺这两个罗马字用。真才三的迄个衣裳迄个衣字，中文就是衣服的衣啦。我咧猜想，伊汉字是清华教授甲写做这两字安尼。大理大书顶有收才艺啦就是有直接收即个词才艺就是汉字拄则讲的，我讲的才是真才，衣是衣服衣裳规说的嘛是相款裁剪衫裤就是去甲做衫裤啦去替因做衫裤这当然做衫裤时间啦毋是去一个5分钟10分钟就转来几点钟的你若要赶马祖即碟介好机会算即个老大家食安尼出门啦出门遮久的机会难得咱娘去甲随即讲因才艺就是拄则马文过说就是咱娘去甲即个随即讲因做衫裤啦去因兜做你若要赶马祖拄则即个赶头前已经讲要赶去府城嘛你若要赶马祖即碟即当阵即个趁即个机会介好机会即碟即个时阵介好机会就是形容即点嘛所以即碟就是介好机会大川趁伊的话，大川就顺趁伊所讲的即句话就是意思就是趁伊的话。除了讲我听伊的话以外，阁有采纳伊所讲的意见的意思啦大川趁伊的话就赶去就紧甲即个推仔组赶去府城处理掉这实在是毋是好方法啦毋是好方法所以你若比较起来日本人迄当阵你。即个心不升天运动比即个大川做算搁较婉转一丝啦即个洪明华时期的即个
心不升天运动吼，日本人所办的这所以迄当阵吼，嘛是要破除台湾人迷信崇拜。当然，因是希望要煽动迄个神道教嘛吼。后面我是其实为着要凝聚对即个天皇的即个信仰，对天皇的即个忠心，所以伊要杀即个神道教，啊，废除其他台湾的其他的即个宗教吼。毋是敢若台湾的什么民间信仰尔吼，连基督教伫个后面华时代其实嘛受到足大的打压吼。叫因一定要去拜什么自然迄个神啦吼，自然神啊，你拜迄个自然神嘛，就是即个神社嘛吼。所有的学校可能什么毕业典礼啊，是什么春季的郊游啦吼，大家就规定学校规定大家带去神社去参拜啊，翕一张相啊，所以你若即嘛佫留即侪是种相片落来吼，佫看会到吼。啊，你即个基督教会因有家己的学校嘛是你嘛无想要例外吼，照常爱规定带去参拜吼。我对即个神不升天运动讲到遮啦吼，就是伊迄当阵为着要打压其他的宗教，要杀即个神道教，所以因就用一个叫做神不升天吼，甲大家厝内迄种什么推啊做公妈牌啦吼，大家公妈牌可能无啦，主要是即个偶像吼，集中我来啊，集中收做伙啊，找一工啊吼，做一个烧啊，讲办一个仪式就对啦吼，甲神不升天的做一个请走就对啦吼。佫有一个仪式就对啦，我意思是讲，日本人至少吼，佫有这些仪式吼，即台川相像啊，即老阿嬷即心爱着相哦，即个相可能爱足久之后我都通开吼。好，来咱继续，这段来个读一下吼。好来，咱三个人吼，拄着老大家出去吼，志勤就甲大川讲，到遮。马文，拄着老大家出去，志勤就甲大川讲。来个文。你有现看卖，还未现。歹势。20人页啊。嘿，你别记甲你报互你听吼。嘿，26页。26页第一段。哦，看到。拄着老大家出去。志勤就甲大川讲，咱娘去甲随即讲啊，随即讲啊，因吼，即个伊是他们吼，咱娘去甲随即讲啊，因采衣，好，到遮好了。来，马文，咱娘去甲随即讲啊，因采衣。哦，来，叶文。咱娘去甲随即讲啊，因采衣。嘿，即句话即个句型吼，可能少年的根本就看无啊，或者是外国人咧学一句话时吼，就讲会到吼。好，继续吼，若要赶马祖，即碟介好机会，来马文。你若要赶马祖，即碟。介好机会是叫本。你若要赶马祖，即碟介好机会。大川趁伊的话就赶去，马文。大川趁伊的话就赶去。好，来继续吼。较暗采衣青草就倒来吼，就是三最好啦吼。青草就是咱之前那么读过啊吼 ，completed 吼 ，completely 吼，即个完成啦吼。较暗采衣青草就倒来吼，做代志做煞就转来嘛吼，倒来是转来厝吼。
这应该是这题是头前敢若有啥物物件绕高去，我看嘛。毋是啦，是即个妖袂入门吼，爱即个爱的骹拖下吼，我看无吼。妖袂入门吼，真生因阿公坐伫门口埕吼，真生因阿公坐伫门口埕，真生阿公个伫我若无印象真生因阿公坐。你阵咧做迄个掠酒的时阵，就是两个阿公抱真生嘛，就是伊本正囡仔是咧老爸老母遐，伊度济啊，对不对？对。你去试过嘛？讲即个囡仔到底安怎？所以大川就记载因抱去嘛，迄个因就是即两个阿某嘛，迄个时阵凡是嘛有其他的亲戚是厝边伫边仔看你啊，所以以大川来讲，伊安尼嘛算啥？家庭圆满，还是父母顾足，就是拢有伫咧就对啊。无亲像志勤因算歹命囡仔，伊敢若自细因阿母就无去啊，是安怎嘛？爱顾因小弟，因老爸买啊，敢若个因为争辩差是安怎？山嘛无去嘛，毋只会志勤因阿姑爱帮伊算讲，诚做士大人咧问讲志勤人即摆人要来带你敢袂安尼？毋是老爸老母啊，所以比较起来，大川是算家庭圆满、幸福美满嘛。虽讲讲伊甲亲某甲伊离掉去，伊可能无符合因的文风啊是安怎？毋过老爸老母健在嘛。即摆志勤就是老爸老母无伫咧啊，阿姑替伊做主，嫁互大川，即摆生一个囡仔。感谢马文甲咱回顾我这人物的关系啦但是真生的老爸敢搁伫，我袂记啊。我一直想讲是因。你这老爸就是迄种的啊，大川啊。我即嘛讲毋对啦，是真生的阿公啦，毋是大川。我念真生，念真生想的人一直咧想大川啊。我想是大川的阿公哪个伫？讲毋对啦，想毋对啦，想毋对啦。讲是讲对真生，念是念真生，想是想讲，大川人家讲哪个对吼？好，要袂入门吼，真生因阿公就是大川的老爸啦吼，坐伫门口埕，就是即个老大家因翁嘛吼，老大官嘛吼。真生因阿公坐伫门口埕，哇，这代志足大条的吼！你看那个。红架顶吼，神道顶啦吼，迄身不拉煞无去啦，空的啦吼，你就知影这代志偌大条吼。过来呢，坐伫门口顶发生啥物代志呢？笑外长的喙鬚吼，拿热咧吼，温柔的声甲伊讲。好啦，继续看来。我是离坑伤大者，我哪拢看无。后客地林马，迄身妈祖婆咱大头的，家己请去府城，互英国务司啦。我即句煞看无吼，这是后哟，还是后客地？后第三条的后。第三啦吼，后客地林马。我为什么看无？这什么意思？后客地林马。奥 K 地林嘛，我嘛无看无。奥 K 地林嘛，啊是，当然这个林嘛，这个嘛是，当然你讲老大家啦，嘿嘿。对，这是咧老大家对，只是讲这个奥 K 地是毋是一个？可要讲是因两个阿某咧互相称呼的一种俏谈啊是啥？去换教授原来嘛无做任何的注解，就是完全保留罗马字，
所以嘛看袂出来到底是啥。奥克的林嘛，应该书店是找袂着才对啦吼。基本上啦，来自大书店看有收无？奥克我知啦，但是你这只含奥克敢有关系？我 keyboard 一个无反应。我这个 keyboard 有时啊拢会无反应，电开个无效。搞了。哦。怎么样咯 ？keyboard 袂当拍哩。看卖啊，我是毋是我会甲 Bluetooth 禁起来，佮点开。Bluetooth 禁起来，点开。找台语是无找到即个字。哇，这声歹，我甲我的 mouse 嘛禁起来，结果我煞无法度开。所以我要安怎？我得来摕一只 mouse 来接，但是伊这个无 USB 通接。我煞无法度接 mouse， 只好用这来接，这要安怎接法呢？这只无 USB。接对车，安尼我摕mouse来接对车。哎呀，大赛还有这通好食。